分享书看客家苗路学院每日一行二新闻。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顧秀輝7月23號出席台灣壯志西路協會成立大會，恭喜彭榮年先生擔任第1屆理事長。顧主委美講，壯志西路係客委會台3項重要嘅政策之一，也係公民意識嘅具體表現。有勞中央地方長期合作，本台3項嘅客家文史產業各向前行一步。台灣壯志西路協會正式宣布大會成立，電視台版體一直用長期的葡萄經營做目標，由民間做經營的副管理主體嘅人民團體，適合客委會嘅支持，勞國際公司力量，行向勞國外長期的葡萄商場嘅長久經營形式。協會宣布長期專職壯志西路嘅地副經營，會轉用社區做主體，向下屬付傳承珍貴嘅古土。以上係客家苗路學院嘅報道。接下來愛教大家今本日嘅每日一行二，就是古土。壯志西路係一條珍貴嘅古土，壯志西路係一條珍貴嘅古土。唔好為忙啊，下禮拜再來了。